Hello，大家好，早晨，我係阿 Pat 啦。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嘅營養早餐啦。首先準備400毫升 East Spring 淨水，然後係營養代餐 Body Key，今日係咖啡口味，植物蛋白素、膳食纖維、益生菌、膠原蛋白咖啡，綜合營養，魚油 Omega 3，然後將佢搖均勻。哇！Cheers！你都跟我一齊食營養早餐啦！記得關注再走哦。